刷落來，咱鏡頭閣落來到南部來看，即馬南台灣呢嘛是全面戒備的狀態啊。頂個月才予大水雨雨甲真正力的台南市林德區，這公所沙地啊已經予人領一半去啊。工廠嘛加裝這個防水的閘門，另外這台南市滿島地區的校園嘛攏提早做準備。頂個月上大雨，台南林德區淹甲真嚴重，這陣包圍風台連年未到，當地民眾講實在淹甲破膽，有的徛家門口透早就開始貼沙地啊，公所傳3000包的沙地啊，即馬已經予人領一半甲加，因隨趕緊補貨。把淹水超過120公分的太一工業區，車到暗時嘛先甲防水閘裝好勢，就等天公伯啊要安怎來安排。3000的量，好，那這次領的比較踴躍，這樣子，大概已經領了2000多包這樣子，那我們今天也緊急的再補充了1500包。足驚啊！因為今擺已經愛這該做的準備一定要做好，大部分攏早就到了啊。第四公館街的滿島區北市國小嘛唔敢放外，因為學校過去8八風災，開闢頂風台攏嚴重淹水，防風毯歇熱期間，提早佇教學大樓1樓教室甲樓梯全面設防水閘，要甲損害降到上低。一定會裝設我們的防水閘門，那當然我們也會疏通一些排水孔一些物品的一個固定的綁紮。台南市長透早嘛去七股西寮甲將軍區去看抽水甲引水壩，針對去年雨水淹甲真嚴重的所在，目前外海沙洲修復甲報環天管攏已經完工，毋望防大水的效果會當發揮。水門該開的要開，該關的要關，這個部分我們都要特別的着重。不能夠有閃失，我們都是戒慎恐懼，希望把這個防台工作做好。這個防台威力真強，大家攏帶咧等。市府講目前排水路已經有咧清啊，將把大個刷頂大個抽水機已經設好啊，全台南市攏動員起來，提早準備對抗這個防台。記者邱大南採訪報道。